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天狗日的疫情。桃园市伫咧前几天出现头一个本土型天狗日的病例，伊是住伫咧桃园长安里60多岁女性，即马伊的身体无够样啊，结果昨伊的后生去互诊断出来，讲去未着。桃园市卫生局即马当伫咧调查这桩集体烧毁案件，要厘清病情的源头。桃园市出现第二个本土天狗节病例，是一位60多岁女性。卫生局派人到徛街甲附近消毒，因为7月1日确诊的第一个个案，也就是伊的后生，捌伫7月11去看戏，所以疾管署初步研判是一个群聚事件。这一例、第二例跟第一例是这个被同住家人哦。那这位是60多岁的女性，这一位个案，她活动地是在桃园市跟桃园区的住家跟工作地点。第二例是第一例无共大妈妈，7月7日出现发烧、骹手酸痛甲会吐这症状，到诊所看医生，有感快筛阳性。7月13到诊所回诊时已经无骹手酸痛症状，啊，不过7月1日伊后生确诊本土天狗节了后，也被列为接触者进行采检，第2次确诊。因为这名个案最近无国外旅游史，捌甲后生接触，所以初步研判是一个群聚事件。第一例的个案呢，曾经在6月28号、7月5号、7月11号呢，有曾经到目前现在确诊的这个第二例的住家来做探视。那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呢，也将进一步的厘清调查这个感染的来源。疾管署统计，国内已经有2例本土天狗节，拢住伫桃园市，另外有56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比最近5年同期较低，而且大部分是1甲3月个案。桃园市卫生局呼吁民众，最近天气热，放较济，民众应该落实巡道清路，才袂互积水渗水区。记者综合报道。天狗日看线，即马咱来看武汉肺炎疫情。全国内新增加3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因拢是对菲律宾转来的。即马菲律宾当地疫情直咧滚价，当地一天差不多有1600人确诊。7月份到达台湾新增加的确诊个案，11个就超过一半，拢是对菲律宾转来。所以咱台湾政府决定，对7月2日开始，所有对菲律宾转来的台湾旅客，拢爱体检验病毒。国内阁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拢是对菲律宾来的。第456例是50多岁男性，伊是菲律宾籍的配偶。去年1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7月13开始，小连续出现家嫂亚线，捌伫咧当地看医生。20登来台湾的时阵，因有家嫂头壳痛的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啊，毋过结果是阴性。后来家嫂较伤厉害，搁一届采检才确诊。第457例是30多岁菲律宾籍的男性，今年3月份去菲律宾探亲。7月13登来台湾了后，居家检疫期间出现头壳痛、皮肤芳草、发烧等等的症状，就医采检确诊。第458例是30多岁女性，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7月14开始出现发烧、皮肤芳草、落屎等等的症状，伫咧当地快筛是阴性。7月2日登来台湾的时阵，主动通知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才确诊。那目前我们有掌握他的接触者5人啊，都是同班机前后2排的乘客，会列为居家隔离对象。指挥中心表示，菲律宾的疫情继续清关，是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属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再加上台湾7月份以来确诊的11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有6例是菲律宾来的。为着确保台湾防疫的安全，从7月2日开始，若是到菲律宾飞转来台湾的所有旅客，包括台湾人甲部分外籍人士，譬如讲摕居留证、居留签证、移工、境外学生等等，无论敢有症状，入境时阵拢必须伫机场完成采检。有症状的人送去集中检疫所，等待检验的结果，无症状的人是转去厝里，还是去防疫旅馆完成居家检疫14天的部分。近2周，菲律宾它大概每天都以1600个这样的一个病例，平均1600个病例数在增加中。那也回顾看一下它的一个检验的量能，那它虽然以前的检验从以前的2000升到现在的一个每天检验25000人。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菲律宾往回台湾的航班，每礼拜总共有7班，每一个班次不到50个人。到7月7日到2日为止，总共有696个人到菲律宾入境台湾，其中有6个人确诊。若是目前国内累计确诊人数有458例。
分别是367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还有36例敦睦舰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查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联合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互未少生技业者抢尾做检测试剂的生理。不过有一寡生技业者因为无管道提袂到阳性的检体，必须试剂研发的工课无法度做最后的临床试验。业者认为，得爱用国外药厂代理进口的模式，申请外国的认证，才通有家己的通路。来看自由时报。全台湾连锁运动中心 World Gym 昨年有一个会员也70公斤的教练无热好，怎去戴着伊的暗棍16分钟，拢无人发现，无尾造成脑死，伊怎变植物人？即马 World Gym 是以1320万和解，家属决定撤销告诉。来看《苹果日报》。李美珍的论文，这段去红亚公是用抄的，红坡拖到即阵，即马未少政治人物的论文也拢去红悄悄出来。即马上侪人查询的是台湾民众党立委蔡壁如，准监察院院长单局的论文是排第5名，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也伫咧10名内。咱来看详细的报道。受到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论文抄袭风波影响，最近到国家图书馆网站找政治人物论文的人加真多。实际查询上多是民众党立委蔡壁如的硕士论文，李美珍第3名，单局单期卖家赵天麟也在前10名。国民党立委李德维是质疑，民进党也为少政治人物的论文有问题。像是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论文，因讲就是世界倒来倒去的。当然，苏家全秘书长会说，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中山大学已经为他做了一些背书保证。但是，我想连一般人用自己比对的方式都会觉得有疑义的话，是不是应该更严谨的来做出一些比对也好，或者相关的一些审查。一个政治人物在这个事件之后，我想一定会被拿出来以高度的放大。那么大家就是把它丢进去，然后很清楚的，而不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故意转移焦点。可是转移焦点，李眉蓁抄袭就是抄袭。而也互网友质疑论文出现乱码的赵天麟，也伫家己面册澄清，确认研究架构正确无错误，更加呼吁李美珍爱承认错误。而民进党立委陈廷辉也以家己为例指出，伊的博士论文毕业的时阵有经过学校的查核系统检验，也呼吁所有大学也应该落实学术伦理甲查核机制。而且都有把关机制，那是不是都会利用这一个中央图书馆的这一个论文查核系统啊？各个学校的制度不一，如果说教育部对这个部分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相信会因为这个事件使得论文的查核更加的严谨。根据统计，最近5年来有17件因为论文抄袭而撤销学位案件。而即阵包括台等真侪大学已经有案底，也是研发出论文的比对系统，只是对着是毋是建立全国学术论文真实性查核比对系统，适用国家图书馆的论文资料库，由教育部来建立查询比对的平台。教育部讲应甲大学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后疫情时代，为着进行各行各业，行政院通过纾困3点控的预算案，要加编2100亿的预算。去防这期是先开钱，再来报备。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一切拢有照规定在咧行。另外，有人这期3倍券的效果，苏贞昌是肯定3倍券会使提升整体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有帮助。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出席国家搜救指挥中心的活动，而且表扬有功劳的人员，感谢因的付出。伊致辞的时阵讲到政府编预算全力支持，不过后疫情时代，纾困3点控，政院搁编2100亿，所以用这个公是先开始才报备。苏贞昌强调讲，一切拢有照规定。很多的国家编列大笔的预算，像欧盟刚刚通过是61兆，美国30兆，日本8.8兆的此时此刻，我们国家不用编那么多，但是也必须要拿出资源来对于受困的产业民众，而这一切都是依照立法院通过的特别条例规定来进行。
行政议会已经通过追加预算案，会送请立法院来审议，预计伫立法院第2届临时会来处理预算案。毋过编的2100亿，回报金额达到1235亿，等于讲用伫咧所落来纾困产业甲防疫经费，敢若剩865亿。在野党认为讲根本就无符合财政纪律，因为他即将在第2次临时会就要求我们要审议，这样子一个财政的编列方式、财政纪律的不严谨，以及财政上面没有说服国会，也没有说服产业。在3.0的计划里面，有很多都是延续性的项目。换句话讲，现在这些费用是不是已经花出？所以是先射箭再画靶的意思吗？防这个还佫有3倍罐，行政院讲会当创造10亿的商机，毋过实际总经费削开511亿。苏贞昌认为讲3倍罐会当创造各种加压的效益。各种加码都会超出3倍券，不止3倍的作用，而且这个3倍券是等于现金。就算政府鼓励民众使用3倍券，但是前总统马英九也是有真侪疑虑。苏贞昌讲马英九看起来比蔡总统更较无勇敢，而且真侪观念甲做法都甲政府无啥共款。伊尊重马英九的观点，毋过3倍券确实真正好用，嘛鼓励马英九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进行3倍券已经发超过1礼拜啊，各县市是拢塞真侪优待方案，未成人客。即马要点价是把握时机，对农游券、客家券含艺放券全部拢要收，就希望起草会使搁再兴。台南市的这个3倍券，还有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已经破亿了。台南市长王伟条摕着看板欢喜宣布，市府增加推出的消费抽奖上房上车活动，自15推出到当，累计消费已经突破1亿。如果在一定时间内突破去年的消费金额，好，我们还要加码，会想到加码。如果商家有借机哄抬，包括住宿费用，包括商品价格，我们一定要求消保官严加查，因为我们不容许老鼠屎坏了这锅粥。考虑增加的同时，王伟条也特别点出，旅游人潮增加的时阵，若讲有业者趁机会有关大数也是商品的介绍，一定严查。而且，若是台南，伫休乐期间，花东各路大爆发，有花莲首经业者除了3倍券，也可以当收农游券、客庄券，甚至有业者通过首经文化券申请，所以也可以当收艺放券。目前来说，农游券收的数量是最多的，大概跟振兴券数量是一样的。那易放券应该是刚开始才使用，所以说易放券到目前的使用的数量没有这么的多。我们在行前准备已经1个月了，然后它的基本上我们在网络上查了非常久，都不知道。限制很多的话，你还要为了特别去找那个可以使用的地方，变成会很麻烦。3倍券甲几种的加码券会当用伫倒位，也是如何使用上适当，也是有人无啥了解。总统蔡英文颠倒是亲身拼经济，到家己参与活动，也是提出3倍券买物件。570块是现金。另外，家己观农会也抢一波3倍券甲农游券，包括茶米、养生果物等农产品，全拢有优惠，也引起民众抢入买。希望伫互民众捡便宜的同时，也当促进相关产业的复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阵当地滚价，即马全世界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0多万例啊，死亡人数超过62万人。咱这回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增加3个确诊病例，即马计共458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多例，香港有2300多例。即马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个国家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即马已经超过424万例，巴西超过228万，印度超过128万例，俄罗斯有79万例，欧洲国家西班牙超过31万，英国超过29万例。但即马伫咧意大利超过24万例。过来，咱甲镜头转去美国，即马伫咧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0万人。不过，美国职业棒球却已经恢复比赛。美国总统 Trump 是宣布要取消8月份原本要伫咧佛罗里达举办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即马美国国内申请失业补助的人也直直增加。美国股市也已经小刷2天，拢大落。
美国总统川普23宣布取消原定8月伫佛州举行，将提名已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原因是安全考虑，并且将以线顶模式进行，避免君主。不过，伊强调，家己将以无共形式对外演说，共和党也将以快速方式提名伊参加11月总统大选。I just felt it was wrong, so I told my team it's time to cancel the Jacksonville, Florida component of the GOP convention. It's just not the right time for that. 美国第23新冠病毒确诊数突破400万，原本举行党代表大会，佛州即马是全美国第3大疫区，严重程度只属加州甲纽约州。佛州23通报史上第2高的单日新增确诊数10249例，死亡累计5632例。It's extremely busy, so we're full. 川普真前也表示放心，予囝儿秋季开学到学校上课。23态度软化，表示疫情严重的地区应该考虑延后开学。I hope that local leaders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children, parents, teachers, and not make political decisions. 美国股市23收盘大波，全美国顶礼拜超过141万人，头一摆申请失业给付，是我4个月来头一摆增加投资人对经济能力忧虑加重，尤其科技股大复侵，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淡薄2.3%。美国这帮23伫严重的疫情中开幕。邀请国家会面甲传染病研究院主任佛奇担任开球贵宾，由寻求卫冕的华盛顿国民伫主场迎战纽约洋基。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那像愈来愈紧张。7月2日，美国要求中国爱伫咧72点钟内把休斯顿总领事馆关起来。中国的外交部伫咧24也做出反制，要求美国爱把成都的总领事馆关起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表示，为着要甲中国交流，宣布顾全大局，安尼做法是失败的。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美中两国最近一直有冲突。美国21下令中国72点钟内关掉休斯顿总领事馆。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指控美国单方面压起事端，并且伫24伫官网宣布，要求美国关掉驻成都总领事馆作为报复。此外，美国政府也指控有4名中国籍人士隐瞒解放军的身份入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逮捕3人，另外1人藏伫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美方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这完全是恶意的污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伫加州尼克森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以前总统尼克森当初想要开放中国，行入世界好意已经乌有啊，需要舍弃相关策略。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 蓬佩奥指出，因为欢迎会当使中国自由化，并且促使以遍地友善的时代已经过去，美中交流并无带来尼克森不望的改变。中国利用自由开放的社会进行对外宣传，却反倒转来要求西方企业对人权的侵害袂当出声。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and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 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23也通过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等训练，扩大台湾军人伫美国受训的可能性。国会也建议依据台湾旅行法，应该增加美台各界军事将领交流、甲人道灾难救助合作等。记者综合报道。美中看完，即马咱来看台湾和中国。这2天有咱台湾的民众看到战机真着日起飞，有军事迷表示，这是因为最近台湾受到中国战机的扰乱，国军才会派军机甲因驱离。不过国防部拢无对外说明，这也是今年中国解放军21摆出动军机驶来台湾。中国也宣布7月25要伫咧南海进行1礼拜大型的演练。最近以来，台湾空气无平静，南部军事迷将就记录到中国军机伫23暗时7点外到24半暝点外侵犯台湾西南空气。台湾的战机紧急升空，已公布真侪架驱离，因为全台湾的空军基地拢有战机去互看到伫咧半暝紧急升空，状况是真罕哩快，而且因为战机的声音真大声，台南基地边仔都有真侪民众半暝惊到吵起来引起讨论。啊，毋过空军无好日甲证实，敢若强调精神拢有掌握。大声半暝做真嘛。
要困拢会这啦，除非做好困啦。无正常的，无照迄个时间去飞的，阮就知影讲下下还有状况啊。空军对于台海周边的海空情都能够全程掌握，而且会有适当的应处。那么目前情况都是正常的。根据军事备将的记录，这已经是今年第21届中共军机扰乱台湾，超过过去几年上悬20届的记录。判断是甲中美伫南海军事比拼有关系。中国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推特平台就指出，美军日时出动 P8的海上巡逻机甲侦察机出现伫咧台湾巴士海峡附近，前几天佫有几只进入南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嘛伫咧推特宣布，要伫咧7月25到8月初2，伫咧南海门户、雷州半岛甲西海峡进行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反正美国的意思是正当。透过军事演习，互相传达这个政治讯息，或者是秀肌肉，摆出对抗的姿态，它基本上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再到美国雷军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甲日本、澳洲则伫咧菲律宾海进行联合军演，佮加上最近美中铁领事馆的争议，拢互美中紧张的情势佮欠悬，可能影响到区域和平。黄介正建议，这时阵台湾应该避免加入去双方对抗的情势，对咱这是较有利的。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是小忽忽，昨下晡2点外，台北的温度是降到39度7，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北市已经烧煞17天，拢超过36度。气象局的温度分布图全台拢红记记，大台北地区更加出现超过38度的桥色。下晡2点19分，气温来到39.7度，是台北气象站对1896年建立以来所测到上悬温的记录。今年7月，台北市已经连续17天悬温拢超过36度，也创下历史的记录。今天太平洋高压的这个沉降是比较强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今天台北盆地它散热比较不容易。那第三个呢，就是都市的热岛效应造成的。第四个就是华南有暖空气平流到台湾的上空这4种原因呢，就是造成台湾地区今天高温炎热的主要原因。气象局讲，历史上全台上悬温出现在2004年的台东40.2度，主因是锋面前的西南气流造成受风。排名第2的是2004年台中49.9度，面对风台外围点来气流影响。第3名是1988年台东49.7度，因为锋面前的西南气流造成受风。根据卫福部统计，这个月的伤害已经比去年增加大约3成。急诊科医师特别提醒部分用药民众爱注意，亲像食抗胆碱作用药物，要治疗皮炎的抗组织胺以及高感神经作用剂、抗忧郁药物加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因为这药物会影响身体调节体温的功能，所以要特别注意通风，莫去拍掉。现在的患者会口渴，会喝大量的水，但是他在汗腺的排出上并不会效果并不是那么好，所以要请这样的患者多多注意。天气热热，用电量也上升。台电统计，拜五上悬用电量在下晡1点48分，是3755.7万千瓦，是今年以来用电量第3多，也是历年来7月甲历史上用电量第3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对今年到大拢无风台，偏阳南方的4个岛屿出现酸蚵白化的现象。学者表示，海水温度若超过30度，酸蚵就会白化；海水温度若来到32度，酸蚵恐惊会死几片。酸蚵拢变色啊！伫蓝色的海水内底，规个看起来是白扑。偏阳南方4岛1个当级数最近翕到酸蚵未堪的真热的天气出现白化情形。东极的比较山上，我们这样往下看就看得到白白的一片所以这个是代表已经蛮严重的了。中研院学者指出，当海水超过30度，酸蚵就会白化；若是超过32度，就会真正死去。热天即阵已经到7月啊，拢也无风台过境来降温。若是高温无缓解，白化酸蚵可能就会真正死去咯。小条鱼游来游去，东沙岛的来看海鱼酸蚵，因为藻类离开褪色，最近屏东的垦丁、偏阳南方4岛拢出现酸蚵白化情形，位在南海东沙岛也同款。那发现东沙呢，可以微微闻到一股臭味，白化现象是已经占了30%到40%，是水深6米以前。现在最担心就是7月没有台风，没有低气压，珊瑚白化可能是持续严重。
学者讲，1998年声音现象爆发成过全球漩涡大规模死亡。即阵2020年极端气候更加严重，真烦恼状况会搁再发生。呼吁台湾研究漩涡相关人士赶紧来进行全台监测。若是研究感觉无正常情形，就使提前一步对国际社会提出海洋的警讯。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如何？咱做回来看气象资料。北部28度到35度，中部27度到35度，南部27度到37度，咧东部26度到34度。再来，伫咧平湖、金门、马祖26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汤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定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接看到的就有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牛屎龟等等。金龟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接看到的有青、红灯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龟的骹，互金龟飞起来，当作放风吹。鹿角龟是囡仔上爱的牛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仔龟伊的喙像一对针仔。嘛有人叫伊真牛仔、真溜仔糖。台湾的真仔龟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龟差不多。乌白来。台湾因过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塔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龟，嘛叫做屎金龟，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奇怪讲是牛屎龟，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龟舔石棒，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专去冒寡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龟，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牛、牛仔、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牛屎龟舔石棒，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版，搁较侪种无同的牛仔。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收看咱的节目。